在荷兰举办庆祝脱离纳粹占领80周年活动，有千巴勒斯坦的人士去闹场，更有人等烟雾弹，都好落伫波兰总理图斯克的头前哦。警方嘛伫现场掠到5个嫌犯。Ik wens jullie allemaal een onwijs feest en maak er een prachtige bevrijdingsdag van vandaag. 波兰总理史霍夫话才拄讲煞，一粒烟雾弹就落伫来访的贵宾波兰总理图斯克的头前，保镖紧甲扭走，舞台顶悬是呛红烟，维安的人员紧上台来抢，图斯克防底站撤离，中这个意外无人受伤，嫌犯伫现场防逮捕。波兰伫初五举行庆祝脱离纳粹占领80周年的解放日的活动，不过附近有差不多250到300个亲巴勒斯坦的示威人士聚集伫遐，因反对以下冲突，要求荷兰政府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。头前前荷兰国防部长布瑞克曼致辞的时阵，示威人士就来乱。看到现场的民众讲，迄当阵示威人士是举标语、喊口号，这粒烟雾弹有可能是其中一个示威者弹出来的，但是敢若毋是针对图斯克，落尾有5个人互荷兰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逮捕。图斯克伫这段意外了后，佫倒来现场，和荷兰总理史霍夫做伙继续进行活动。图斯克讲到俄罗战争，表示欧洲毋免烦恼的自由时代已经结束，欧洲共同体是反恶蛇、反战争，想要伫这个黑暗的时阵生存，大家都必须要保持坚强和决心。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。